生涯規劃日由2015年開始舉辦，今年已經係第9年。今日有33個機構支持呢個活動，喺呢度我再次感謝支持機構同埋佢哋嘅義工，佢哋付出咗好多時間同埋心思，令到同學可以喺一個早上或者一個下午參與行業嘅體驗、講座同埋工作坊等等。我想送5個字俾大家：心有所信，方能行遠。即係當我哋自己嘅心入邊咧，係有一個信念，呢個信念可能係一個目標。我呢個信念咧，就帶引我自己咧，好努力咁樣咧，係向呢個目標去前行。咁喺度咧，祝大家咧係可以揾到你自己心目中嘅理想，從而向你嘅理想去進發。生涯規劃日好好，因為佢有豐富嘅內容啦，可以俾同學咧接觸到唔同嘅行業，咁從中咧佢哋可以發掘到自己嘅潛能。高興今日可以分享啦，關於人工智能喺香港呢個社會嘅發展啦，公司機構方面，對於人工智能呢個知識嘅專才咧嘅需要都係會有渴求嘅，咁所以我相信同學喺就業方面係多咗呢咁樣嘅選擇啦。我印象最深刻嘅係升學就業資訊區，因為喺過程入邊有好多攤位俾我哋了解唔同行業嘅一啲職業資訊。經過呢個活動咧，啲同學可以認識更加多物業管理啦，令到佢哋咧願意投身喺物業管理界嘅行業嗰度嘅。一般咧，我哋學校咧都係提倡一啲主流嘅升學同埋就業嘅階梯啦。咁但係正正 Project Weekend 今日提供嘅呢個成個活動咧，讓我哋見到唔同行業其實佢一個實踐嘅方向，同埋佢未來嘅升學就業階梯點樣可以幫到佢哋。我夢想就係做建築師，我今日參與咗2個行業體驗咧。了解咗更加多有關建築師同埋樓宇結構嘅知識。最重要嘅唔係要同學去揀選我哋嘅行業，而係等佢哋知道一個資訊。我哋先放一粒種子喺佢哋嘅生涯規劃裏邊，將來佢哋揀咩唔重要，但係今分鐘我哋係要俾佢一個資訊，等佢有一個選擇嘅權利。呢個活動可以幫到小朋友知多啲佢將來可以發展嘅唔同嘅機會咯，要更加明確佢哋將來嘅路徑係點樣行。我希望今日嘅活動可以為你哋打開天地線，接收四方八面嘅資訊。你知嘅越多，可以參考嘅就越多，亦都可以計劃得更好。